Hello，大家好，好耐冇拍片，忙啊，呢排忙，日日都咁忙，又返學啦，返工啦，家務啊，總之係忙。雖然依家係嚟嗰個秋季個咩啊，個開學嘅時間仲有2個禮拜，唔係10日到啦。雖然依家係放緊假，都係好忙，因為我一有時間我就會上去電腦上面，即係提前做功課，提前即係練習下啲啲課程。咁啊，之前啦上班就上 full time 啦，依家就上唔到 full time 啦，上 part time 啦。週末啊，呢段時間我都即係上完嗰個 summer 嗰個課程之後咧，我就接咗啲額外個咩咯嘅工咯。即係好多噶嘛，好多啲人即係請假咁啊，佢哋需要人咁打電話過嚟，咪又接咯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一旦開學咧就接唔到啦，因為課程緊張啊嘛，又要做嗰個咩家庭功課啊、考試啊一個禮拜一個小測驗啦，係嘛？2個月第一大測驗啦，咁你知啦，大家都讀過書，讀書就好忙啊。咁啊，話聲未完啦，咁啊陣間要去咩上電腦讀書啦。